乡亲来看到咱南投埔里的水果面包摕到世界第一名，今仔日请这个啦啦队女神啊李德惠啊来斗卖，所得摕来做善事。 摕到世界冠军的水果面包，由啦啦队女神李德惠来订糖霜含巧克力豆，这个测公开拍卖。之所以会这么柔软，它其实是第一个酵母要好，水质也要很好。我们要放3天的熟成，给它一点时间，那它的香气才会慢慢出来。介绍花到万里，这就为民众欢喜上台和李德惠翕相，表情嘛更加真够水。业者正式伫咧过来推出，嘛和建设公司合作举办公益活动，还是分享给所有的消费者，以及当初我们提倡的廉洁幸福、分享爱，希望把这个爱传递到各个角落。 靠啦啦队女神李德惠的超人气，向真侪游客来日行大，嘛带动产品买起。公益活动帮助侪弱势囡仔，会因感受到亚当节满满的幸福和温暖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